各位，本港今日部分地區有霧，日間陽光充沛，下晝大部分地區嘅氣溫上升到24度或者以上。睇下天氣圖。中國東南部嘅氣壓正在上升㗎，預料有股東北季候風會喺聽朝抵達廣東沿岸地區。天文台錄得氣溫係介乎喺19.7至到23.8度，相對濕度喺73%至到93%之間，吹微風。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係7，平均指數係3，強度屬於中等。而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4。而家氣溫係23度，相對濕度係77%。跟住睇下天氣先生預測。預測晚間有霧，吹微風。聽日轉吹和緩至清勁東風，大致多雲同埋有一兩陣嘅微雨，天氣稍涼，氣溫會介乎喺19至到22度。展望之後嘅2-3日天氣清涼。而環保署預測，聽日各區嘅空氣污染指數將會介乎30至到105，空氣污染水平會係中等至甚高。跟住睇埋世界各大城市天氣概況。北京同成都係多雲，上海同廣州有雨，廈門係密雲。澳門有霧，台北同馬尼拉係多雲，首爾天晴，東京有雪。胡志明市係明朗，曼谷同吉隆坡有雨，新加坡天晴，孟買有煙塵。雅加達有雨，悉尼有驟雨，墨爾本係天晴，布里斯班同奧克蘭都係有驟雨。洛杉磯、三藩市、紐約同埋多倫多都係多雲，溫哥華係密雲。倫敦係天晴，巴黎、法蘭克福同埋蘇黎世係有雪，阿姆斯特丹有雨。今日天氣報告完啦，拜拜。